否决韩国瑜已经是年轻选民的共识，亡国感是主要是年轻人的现象。这个年轻人的现象目前看起来真的是前所未见的。如果有6%的年轻人，他们现在开始力挺蔡英文，从34岁以下的年轻人有6%，三分之二的人都说要挺蔡英文，他们恐惧韩国瑜的话，那这一个力量会不断的扩散。所以我整体的研判，韩国瑜可能在其他方面或许民调会高于蔡英文，但是就未来谁要当中华民国总统，未来谁要当台湾总统这一点上面，看起来这个否决韩国瑜已经是年轻选民的共识。那年轻选民当然只不过是占全体选民的1/4而已。那还有其他75%，3%的选民是不是也这样子认为韩国瑜不适合当总统？我觉得这是他未来整个选战的重心之所在。能不能改变选举，就看未来这一段2个多月的时间里面，这75%，35岁以上选民做事。台湾民主化的经验是可以提供大陆政治改革作为一个参考的。只有大陆民主化，才能真正确保两岸和平的发展。我非常开心跟年轻朋友相聚在一起，感情可以交流，然后心中所思、所忧、所虑，我们可以自由的交谈，是非常棒的。我想先请大家思考一下，过去这2、3年，不管自己、周遭长辈、直系血亲，或者其他的相关的亲朋好友，这3年多过得好不好？不管是经济，不管是各方面，还有社会的氛围，整个我们对外的感觉。那当然，你们很多就学的，就包括你的学业这方面，自己去思考一下。这2、3年，我想我不用讲太深奥，不用讲太多的政策。那你现在立足在2019年10月27号这个点上，回想过去2、3年的光景。看看现在，展望未来，是怀抱着无比的信心，充满着乐观进取，而且非常有毕生的把握在人生旅途的冲刺上，还是茫然，不知道未来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。那第2个问题是想要请教一下，因为我们有听到国民党想要签署和平协议的部分，那当然我们很多年轻人对于和平协议这部分是有疑虑的。那想问您上任之后是否会签署和平协议呢？好，谢谢。所以我的2岸政策讲得非常的清楚，我快速讲了，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，这个是不变的。那因为这是很敏感也很重大的问题，所以呢，这方面我要讲，我必须要一字一句都讲得很精确。就一定要捍卫中华民国主权，所以我当了高雄市长，大家可以看20多年来，高雄没有挂这么多国旗。第2，两岸要恢复对话。你要知道，就算是夫妻吵架不讲话也很危险，何况是两岸这么重要。美国跟中国大陆有100条热线，我们现在两岸之间已经没有对话了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！海基会、海协会不对话了，这是多恐怖的！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展开一个对话。但对话是不是卖台？不是的，你必须要对话。我们在大陆台商最少150万，你不管他们吗？这2天我太太到菲律宾、越南，这么多台商，不管他们的吗？大陆100多万呢，所以对话非常重要。第3，我们台湾内部本身要产生共识，不要一人一把号，自己在吹自己，你看不顺眼我，我讨厌你，这样我们产生不了共识，我们对外力量会越来越弱。第4，我们台湾民主化在华人地区是很值得自豪跟骄傲。我们希望未来，包括中国大陆都可以参考我们在民主。你想想看，50年前选举，你们爸爸妈妈还小的时候，50年前那个选举，味精、肥皂，到处拜托，然后再来40年前板豆，大家支持这个，再来30年前调阿康，我们今天进步到今天，这得来不容易啊！我们也希望大陆地区其他地区可以参考我们。
所以我这边讲了一个前提，台湾民主化的经验是可以提供大陆政治改革作为一个参考的。只有大陆民主化，才能真正确保两岸和平的发展。